爱心飞扬定比活动，今年扩大发送的范围到大台南6区3800户家受理户。立委陈廷辉、前议长郭信良、议员陈怡贞、周丽京、陈秋平、前议员蔡宏全结合登录爱心会、好第一食品、同雅电子、台南市整体造型交流协会、天宝新衣等侪间企业团体出钱出力，希望造福弱势朋友社会温暖。我们每一年在这个过年前一定都会举办相关的寒冬送暖，而且也不只是停飞，其实也结合了我们郭信良前议长，还有我们周立金议员、陈怡贞议员，还有蔡旺全议员一起来举办，还有我们陈秋平议员哈。那我们其实一直以来，我们除了是联合服务处，那也一直都有这样的一个出发点，就是关怀弱势。那其实最重要的是我们呢登录爱心会，我们其实除了过去都一直在关怀一些平民哈，也就是所谓的他没有办法有这个丧葬费用的，其实他们都是协助这些没有办法有这个丧葬费用的这些弱势平民。那现在其实我们每一年也都举办这个寒冬送暖，结合更多的善心人士，然后再加上会计师公会还有很多的单位相关的来协助这样的一个这个善举。那抛砖引玉，希望有更多的人可以关心他们。爱心团体一夜登录爱心会，自2003年成立以来，一直拢伫咧重视弱势族群丧葬救济事宜，并举办定米助贫。20日当来已经制作5000多万的善款。咱登录爱心会吼，伫22当来，每一当拢有办寒冬送暖发米的活动吼，就是要互继续吼有一努力的年前过一个好年，尤其像最近。天气较寒，咱台湾阁有40-50个即个独居老人啦，吼，也是迄个长辈，所以阮希望是伫每一当诶农历过年，发一寡物资，或者个弱势团体，吼，咱结合着咱陈廷辉立委啦、郭信良议员，阁有其他足侪民意代表，佮咱的公司行号，共同募资遮个物资。大概我350万，发予遮的弱势团体。陈廷辉嘛感谢各界热情相挺，将资源转化为实际关怀，照顾到弱势族群。同时也号召有共同理念的善心人士做伙加入，未来也将会继续扩大制作区域，帮助弱势朋友温馨过好年。记者张世伟采访报道。